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想要出生在什么样子的家庭，我可以选择大家都选当郭台铭的小孩就好了。如果你今天养儿育女是为了要防老，是为了孩子长大后一定要奉养你自己，那拜托你卖生，千万不要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孔马龟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给孝亲费会不会觉得有压力。听我爸妈说，以前养我们4个小孩，曾经穷到不止只剩下7000块。我爸妈是从云林上台北打拼，没有后援，所以我爸妈呢就很努力的把我们养大。现在我们都长大了，我爸妈从来没有跟我们任何一个小孩开口要求说要孝亲费。那我们呢，只需要把自己顾好，不要再给父母添麻烦即可。以前呢，打工啦、工作啦，领到薪水都要上缴给妈妈。直到现在我30岁了，和未婚夫买了房子。那妈妈之前就是为了帮我们存钱，有帮我开一个账户，那她就是把簿子还给我。拿到存款簿的那一刻，就代表我已经长大。我很感谢我出生在这个家庭，出生在这么幸福家庭里的我。我听到朋友跟我分享他家中的事情，我突然觉得很替他心疼。因为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想要出生在什么样子的家庭。我有一个闺蜜啊，她能力很好，我时不时会听到她说，她又没有钱了。然后手头很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帮家里还债，他还的那些钱，前后都可以买一间房子了。天哪，人生也太不公平了吧！关于孝亲费这笔钱，我觉得应该要在能力范围内才有给的。现在年轻人普遍薪水，基本上会有2万到4万。然后好一点的话就4万到6万也有，自己都快养不活自己了，我还要去给孝亲费吗？各位网友分享的，他们双薪差不多10万左右。那公婆呢，就是典型的养儿防老型，没有积蓄，没有存款，还负债，身体一堆病。年轻的时候，劳健保不愿意缴，保险不愿意买，但是烟酒槟榔6合彩非常舍得花。50几岁退休后，全部都依靠子女过活，整天钱，保险、劳健保、吃喝玩乐住，住院看病开刀什么鬼的都要子女拿钱出来。我一直觉得，一个人要养2个家庭实在是非常的难。如果没有房子，要付房租、水电费，还有保险费、电话费，有很多时不时的一些支出，还有生活费。有孩子的呢，还要加上小孩的所有开销。双薪家庭，你要养你们自己夫妻，又要养小孩，然后又要养公婆、爸妈，钱会来吗？钱有遐多吗？我老板也在起两个靠吗？我知道我们都一定会有孝心，是当你生活时钱不够用，又要怎么生得出孝亲费呢？孝顺，我们一定知道要孝顺，我们也很感恩父母把我们养育了这么大。但讲一句就是可能比较不好听的话，孩子不是自愿来世界上的，他也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家庭。我可以选择大家都选当郭台铭的小孩就好了，所以父母就要有责任把小孩养大。至于小孩有没有能力回馈给父母，就要看你的孩子是怎么想的。假如我今天月收入10几20万，我一个人，父母跟我要求要给孝亲费，我OK 啊，我没有任何压力。是如果我今天是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，每个月领4、5万，我还要养小孩，又要负责这个家庭的所有支出，父母亲又要求我每个月要给孝亲费，那我敢玩在嘻也喝啊。如果你今天养儿育女是为了要防老，是为了孩子长大后一定要奉养你自己，那拜托你卖生，千万不要生。父母没有给我们任何压力，所以我们会过得很快乐，活得很开心。相对的，我看到我自己身边有些朋友的家庭是这样子，我都会觉得他们的父母很不负责任。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，把上一代的苦留到这一代，到他的子女跟他一起偿还，无限亲情勒索孝亲费。是当你的子女真的没有能力再有多余的钱供养你，你要去怪你的子女不孝吗？那你怎么不去怪你自己年轻时没有好好规划自己，然后让你的下一代承受这么多苦？其实我是没有这些压力的，可是有时候会听朋友分享故事，我就会觉得，唉，他们的人生永远都在为父母而活，永远都在帮父母还债，永远都在被父母以死相逼，亲情勒索要钱，不想再继续帮忙家里了，会被说冷血不孝，只是选择帮忙了，自己的人生又过得一塌糊涂。拜托，当个负责任的父母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孔马龟。来，这一篇呢，我没有要道歉，我说孝亲费是依能力给，有能力呢，你要给多少，你家的事，你有选择权。那个没有能力的，连一碗卤肉饭都要分3餐吃的人，你要怎么他给孝亲费？给便当里的碎肉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不要这么极端，我们来探讨一个现今社会正常的上班族，双薪夫妻刚好又有小孩，应该要如何处理孝亲费的部分。首先，是不是要先以年轻夫妻小家庭每个月基本生活支出为主，扣除后所得金额，再来评估决定孝亲费。当月所有开销都支出完以后，再来就是要计算剩下可用的金额有多少。一个小家庭所有的支出都已经完毕之后，只剩下2万5可动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那我会再拨5000块出去当孝亲费，这叫做依能力决定孝亲费。如果计算可动用金额只有1万块，那我相信身为你们的爸爸妈妈也会非常贴心的，希望你们是这么拮据的在过生活，爸妈也不会因为这些变得多有钱，那只是一个孝心心意。但经济能力不足的人，你们的孝心心意就不是用在孝亲费这3个字上，还是先想办法填饱自己的肚子吧。难道没有给孝亲费就不知道怎么孝顺父母了吗？假设我的父母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每天喝酒赌博，我还每个月依旧给他钱，那我不觉得那个叫孝亲费，顶多叫赌本吧。这种才是我说的亲情绑架。孝顺有很多方法，孝亲费也应该要因人而异，这不是教科书，没有正确的程序。